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云林口湖社区产业生态发展协会举办着鹅寮三宝节的行销活动，要甲在地渔产的三宝扁鱼、乌鱼子、甲麻推广，互更较侪人知影。口湖乡社区产业生态发展协会今年搁一摆举办鹅寮三宝节行销活动，推广在地优质的扁鱼、乌鱼子和麻鱼。乌鱼子的销售会较好，就是阮这海风无共款的，所以做起来鱼子嘛较澎湃。鹅寮村的气候适合扁鱼、乌鱼子等等鱼产的加工制作。当年家家户户拢有家己的好手艺，麻鱼、蚵仔、蛤蟆嘛，更加是地方的特色物产。咱嘛口湖乡嘛希望讲吼，透过咱的活动，会当互咱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了解到咱地方吼，咱有做好的渔产品。口湖乡公所讲，口湖是全台湾的渔产之乡，优质的产品得到消费者喜意。希望透过真侪种的推广活动，让台湾人更加认捌这渔产。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